颜月啊，不，金丑姐，咱的尤金丑小姐，金丑姐姐带来好听的歌《天顶》啊，来听歌拍花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金丑姐好，你好，好漂亮哦！全大电视台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；五哥家族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；五哥、文香姐、秀秀好。休息地，阮着千般伤心泪，写出了满腹的愁思。风雨随风飘去，飞向你的心内，希望你看见阮心。休息地，阮着千般伤心泪，写出了满腹的愁思。雨雨随风飘去，飞向你的心内，希望你看见阮心。
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呦，我这个金丢呀！咱的金筹节好棒哦！哎，身材保持啊真好呢。我拢无啥敢徛我去，你知道？我见你尽量徛到无人我徛我的巴肚拢摕出来，我徛我巴肚摕出来，唔好。你这种哎，无算巴肚啊啦。算很标准了。谁？你算很棒了。我这样子，他啦，迄只高钢腰你有看无？无啦，伊巴肚满意啊。我满意哦。哎呀。咱有，你安尼拄袂使啦，安尼无行啊。啊。人伊是参加啊。甲嫌者，真正参加参加啊！来，他都啊，你马上跟五哥讲这来嘛，咱五哥群主对不对？对，五哥。来，五哥群主的好朋友举手一下啊！哎，五哥群主的啊，无办啊，无人举手。你家己嘛举手举较悬的，无你嘛举双手对不对？来，谢谢，真的很不错呢。哎，这回安尼，等于讲，咱迄时阵暂停以后排上来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开心？有，很开心。4月1号一定还要再报名，对，还要再准备好听的歌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金柔姐，谢谢，请回座，请回座，慢慢的行。哎。慢安尼啦，人安尼落来，规领拢落来啊了。好安尼啊，对啊，好，慢安尼。